咱的乡亲时代，这2天若要出门，一定都爱穿好小。这个入冬以来第一波的寒流，即摆转咧落南，速度真紧哦。这晚到11点，新北市的石门已经测到低温8°1。这个气象局继续来发布着低温特报，全台湾22个县市，只有南投、嘉义、台南、甲高雄、屏东是黄色的灯号，其他的地区拢是非常寒冷的柑仔色的灯号。这个台北、新北、嘉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甲宜兰，更加有落降到6°以下的几率。为阴暗开始到1月初2，拢是这种极冷的天气，要提醒老大人，甲有心血管疾病的乡亲，爱真注意。一个落公车，冷风一个吹来，互人的胃寒。今日台北街路大家拢穿真厚，因为北台湾为透早开始气温降有够低。以淡水测站来看，半暝12点要有20度左右，温度袂输跳水同款。早起10点过了后，温度剩差不多10度。北部在上午就有机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，那至于中部可能在中午过后也有机会温度慢慢降到10度以下。各地的最低气温预估在中部以北、宜兰、花莲大概是6度到8度，南部跟台东大概是9度、10度上下。气象局针对全台湾22个县市持续发布低温的特报，除了南投、嘉南、高屏是寒冷的黄色灯号以外，拢是真冷的柑仔色灯号。因为水汽配合北部、东北部1000到2000公尺悬的山，像太平山、七星山、拉拉山等，拢总有机会落雪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这波东北季风真透，气象局发布强风的特报，干那台北市、嘉义市、南投以外，拢要预防强风。沿海空旷地区也会有9到11级左右的强阵风，那也因为风速很强，所以在空旷的地方，体感的温度会更低一点，就是感受会更为寒冷。温度低，风一日头会感觉搁较寒，尤其是看年迄一天到过顶天元旦的透早，温度是上低时阵。这款寒流的天气会一直维持到元旦1月初2了后，气温才会回升。提醒乡亲一定要穿好小，千万唔通去感到。